经发生案昨一审宣判了后，前台北市长郭文德是召开记者会，批评执政党利用司法来打压在野，甚至呛讲民进党才是共匪。因为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是召集持车，伫咧29上开道来抗议。这场审判还不是结束，赖清德，我绝对不会投降。赖清德，我不会屈服的。 面对经发生案一审，互人判17档，褫夺公权6档，前台北市长郭文德26暗时开国际记者会，亲身出面回应问题。伊先批评精彩的听书完全无证据的基础，甚至充满政治性的想法，而且也指控执政党利用司法公权力，想要对在野的阵营进行毁灭性的打击，要求司法体系应该爱转来到听诉正义，毋是政治势力的工具。司法不可以是政治工具。 更重要的是，司法不可以是有权力的执政者打压在野党的工具。所以，司法应当遵守程序正义，司法应该以证据为基础来办案，而不是以编故事的方法来定罪。 就算案件已经进入法定的攻防，郭文德也是强调，伊对家己的操守将有信心。这场记者会先由郭文德3个辩护律师说明对审判结果的看法。郭文德是照文稿咧讲话，讲家己无道理也无贪污，佮较对总统赖清德讲明态度大正硬，表示家己会堪得考验。我没有图利，没有贪污，我非常坦荡，我自己晓得。 面对媒体问到民众党受到中国渗透的看法的时，郭文德真激动，转倒啊大声讲，讲民进党才是共匪。 到现在为止，抓到的共谍是陆配比较多，还是民进党的党工比较多？民进党才是共匪啊！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指控这场审判是先下钱才违背的政治判决，呼吁支持者29去凯道游行，追求司法正义。同款是经发生案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，甲维景集团主席沈庆京，一个互人判15档6个月，一个判10档，2个人拢互人加保3000万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在想办法帮妈妈筹钱。 沈庆京暗时10点装到钱，赶伫12点之前完成交保的听书。当时发声明对判决的结果感觉真遗憾，也毋过应晓薇查某囝还搁咧装钱，所以伫第2过暝，记者综合报道。